大約用咗個半鐘。期間，民主黨嘅何俊仁俾傳媒影到喺座位瀏覽多張女模特兒嘅泳衣照。佢之後公開道歉。我已經係正話已經公開道歉咗。我覺得議員係應該喺開會嘅時候呢係全副精神去到做議會裏邊當時嘅事務同埋有關嘅工作，就攬住任何其他嘅嘢呢都係唔應該嘅。咁我覺得引以為戒，即係我自己以後係唔應該再犯咁嘅錯誤，亦都呼籲大家同事呢都係要做好自己嘅工作。當時都係隨意啱啱睇到，即係咁做嘅啫，就係冇咩特別嘅原因。總之呢件事係唔應該㗎啦。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對何俊仁嘅做法感到遺憾。我就梗係絕對唔認同呢啲做法，都唔應該咁做呢啲嘢啦。大家應該認真去履行佢嘅職務啊嘛。咁所以何俊仁亦都好同意嘅。總言之就個唔好做啦。即係何俊仁做咗我都遺憾。佢希望所有民主黨議員都唔好再犯呢一種錯。無線電視記者劉子欣報道。